台南这礼拜六要举办耶诞演唱会，不过活动还有几若天才会起鼓，现场煞已经有人下过封锁线，用纸棒占位。市府表示，22才会开放排队，占位的纸棒会派人总扫掉。大家好，我是 Fin。美派那牛肉不难呀。 台南后阳摇滚耶诞演唱会伫要伫23开始，宣传影片5个邀请韩国明星来表演，消息一出来嘛引发民众讨论。活动现场目前登咧大舞台，涂骹所出现纸棒、野餐布，顶头阁写着占位，甚至阁有电话号码。以往大家都会拿可能野餐垫过来这边，就是占位置。然后他说，因为之前都这样子，是住得近的人会觉得方便，但是住得远的人就会觉得可能有点不公平这样。我们人也是会到，只是就是先用东西暂时放在那边而已啦。民众提早占位，就是想要离明星较近的。啊，不过详细看，遮的纸棒拢是伫封锁线内底，这嘛引发争议。有人认为袂使安尼。 台南市府表示，会派人来清除家的抓帮。坦白讲，这个一方面会造成环境问题，第二个也有公平性的问题。因为台南市政府已经公告了，就是说星期五就12月22日星期五才开始开放排队，而且一定要本人到现场。因为如果用纸板的话，影响了环境，影响了别人的公平性。 台南市府强调，这个耶诞演唱会目前已经公告22才开始排队。虽然民众真热情想要参加，不过伫封锁线内底占位是违规的行为，呼吁民众也是爱照规矩来排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